多。哎呦，这个3元8厘的，哎呀，是个呀，那不就是我们8厘的，哎呀，那是呢。哎呦，杨帅哥，越来越帅了啊！多久没跟黄叔叔换头了？啊，想黄叔叔？想的是吧？哎呦，黄叔叔也很想你的呀！哎呦，牵气的不得了，黄叔叔对你是，哎呀，想到几面孔了？哎呦，杨帅哥来呀！大家，你们这个效率太高了啊！你跟这个金公主结婚，还在黄叔叔眼前了，真的，一个不耐心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小朋友都生出来了啊！你们这个效率太高了，而且一生就是龙凤胎，那来呀，来姐。你们2个的真的好福气啊！真的，龙凤胎这个人想求都求不过来的，你们一生就是龙凤胎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太福气了，真的！你看这么时间快的了，2个小朋友已经100岁了，不是100岁，哎呦，黄叔叔这个脑子昏掉了，100日宴，对吧？红包没有的，那怎么你爸爸有问题的，杨帅哥？怎么上来问我要红包的呢？我没有红包，杨帅哥，我还能进来吃饭。奶奶，你还是你儿子上屋了。红包有的，杨帅哥，黄叔叔怎么会没有红包呢？红包老早准备好了，2个小朋友1人1个啊，拿好，收好啊。红包还没有的来呀，你跟你真叫好了。你老婆呢？这个金公主金卡戴珊呢？这里面是吧？这进去说。哎呦，这个是谁呀？黄叔叔来了。金城、金卡戴珊、金公主，好久没有碰到黄叔叔了啊！想黄叔叔了，想的儿子，黄叔叔也很想你们的。哎呦，我这个香烟卡掉啊！这个看小朋友香烟不能吃的。你们这个龙凤胎儿子女儿呢？哎呦，太可爱了！哎呦，这么好玩的！哎呦，杨帅哥，这个像你的啊，这个女儿像你的，真的，儿子们像这个金城。真的，以后都是俊男靓女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个卖相一看就好了，从小看得出来的，真的，100天就看得出来。这个名字取好了，取好了，这个哥哥叫什么了？杨伟。哎呦，这个名字霸气的，以后肯定是个伟大的人。你看杨伟多，妹妹呢？杨千峰。哎呦，杨千峰这个名字倒也蛮雅的，蛮好听的。哎呦，这蛮像这个，你看呢？他哭的这么响亮啊，以后肯定是个女歌唱家。我跟你讲，我刚想说像这个一个什么女歌唱，香港的女歌星杨千嬅，以后我们苏州也有的女歌星，苏州女歌星杨千峰，对吧？老金，对吧？哎呦，还哭了！哎呦，看到黄叔叔要哭的啊！哎呦，笑了！那，你看，黄叔叔哄小孩也很厉害的。杨帅哥。这个你爸爸说你最近这个喜欢摄影了，是吧？那黄叔叔给你买了这个了，这个什么我也不懂啊，这个人家给我推荐什么 Pocket 3啊，这个你记录这个小朋友啊，真的，现在有这种高科技手段啊，用一用蛮好的，以后都是珍贵的回忆啊，真的记录下来。我以前就没有这种手段，我们只有这种胶片卡片机啊，哎呦很可怜的，这个可以录视频的，蛮好的，用一用啊。金城啊，金公主啊，黄叔叔今天给你买了这个2箱燕窝啊。回去好好补一补，刚刚生完小孩要补一补了，知道吧？哎呦，跟我就不要客气了，你跟我客气什么了？黄叔叔是你们自己人呀，对吧？你们要是这个主持了去吧，你跟这个金城要上去主持了，去吧。杨帅哥，你等等主持完要跟这个黄叔叔喝老酒的，对吧？好了，黄叔叔等你啊，金城也跟黄叔叔喝一杯啊。